每年冬天有一种食物便宜到被人们忽视，却能够扫除体内累积的毒素。这个秘密，早在明清时期的台湾，一家就已经知道了。古代台湾的中医师曾说过一句话：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民间俗语，而是经过数百年临床验证的养生智慧。但问题是，现在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怎么吃白萝卜？我行医事10多年，见过太多人吃错白萝卜的方式。有人把它当成普通蔬菜随便煮，有人不知道它有2种绝对禁忌的搭配，还有人不清楚自己正好属于必须吃白萝卜的3大族群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台湾人不知道的事实：白萝卜生吃跟熟吃功效完全不同，用错方法不但没效果，甚至可能伤气，损害你的肺脏和胃部功能。更重要的是，有2种食物绝对不能跟白萝卜一起吃。第一种是很多人冬天会吃的补品，第2种是餐桌上常见的海鲜。如果你不知道这2个禁忌，就算天天吃白萝卜，也可能白费力气，甚至伤身。另外，我会分享3种黄金配对，教你怎么把白萝卜的效果发挥到最大。这些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。有些病人用了之后，长年的痰咳问题在3周内明显改善。请大家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，让我知道你现在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。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知道为什么冬天的白萝卜比人餐还珍贵，也会学到正确的吃法，帮助自己和家人度过一个健康的冬季。在开始讲吃法之前，我们要先理解白萝卜在中医理论里到底是什么角色。从明朝到清朝，台湾的医书里就有详细记载白萝卜的药用价值。在《本草纲目》和其他古籍中，白萝卜被称为来福，属于十字花科植物，性味功效非常特别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白萝卜生吃和熟吃的性质完全不同。当你生吃白萝卜时，它的性味是辛、甘、凉，辛味能够宣散，帮助打开肺部的通道，把积在肺里的痰湿排出来，甘味能够缓和，凉性能够清热。所以生吃白萝卜主要功效是清肺、散瘀、化痰、解热。简单说，就是帮你的呼吸系统做大扫除。但如果你把白萝卜煮熟了吃，性质就变了。熟白萝卜的性味变成甘温，温性代表它甚会温暖你的脾胃，帮助消化。这时候它的主要功效变成下气、健脾、助运化，也就是帮助你的肠胃蠕动，改善消化功能，排出积食。我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人体内的气就像马路上的车流，如果车子塞住了，就会出问题。白萝卜的作用就是帮助疏通这些交通阻塞。痰就像是水管里的泥巴，积久了就会堵住，让你呼吸不顺畅，咳嗽不停。台湾的冬天虽然不像北方那么冷，但湿气很重，湿气加上气温变化，
很容易让人咳嗽、生痰、胸闷，这种状况在中医叫做痰湿阻肺或气机不畅。白萝卜正好能够针对这个问题，除了化痰，白萝卜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功效：润肠通便、解毒、消积滞。很多人冬天吃太多油腻的食物，肚子胀胀的，消化不良，这时候吃点白萝卜汤，就能帮助肠道蠕动，把积在体内的废物排出去。更重要的是，白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膳食纤维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芥子油，这个种成分能刺激肠胃蠕动，增强免疫力，帮助身体抵抗外来的病菌。所以白萝卜不只是一种便宜的蔬菜，它在中医养生里有非常明确的地位，是冬天清道夫般的存在，帮你的身体清理内部环境，让气血运行更顺畅。现在要讲最重要的部分，有2种东西，绝对不能跟白萝卜一起吃。第一大禁忌，补气药材加白萝卜。很多台湾人冬天会吃补品，像是人参、黄芪、西洋参、党参这一类补气的药材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早上吃了人参鸡汤，下午又吃白萝卜排骨汤，这2种食物的效果会互相抵消。为什么？因为补气药材的作用是升提，把你身体的气往上提，增强脏腑功能。但白萝卜的作用恰好相反，它是下气、破气，帮助气往下走，疏通阻塞。我用一个比喻，这就像你一边踩油门，一边踩刹车，你花了好几百块买人参来补身体，结果又吃了白萝卜，把效果破掉，等于白花钱。特别是那些身体虚弱、容易疲劳、需要补气的人，千万不要在服用补药的当天吃白萝卜，至少要间隔6到8小时，让药效先吸收完。我见过一个案例，有位太太花了很多钱买高丽参给先生进补，结果每次炖参汤的时候，又习惯加白萝卜一起煮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清爽。吃了3个月，先生还是觉得很累，完全没改善。后来才发现问题出在白萝卜。第2大禁忌，海鲜寒凉，食物加生白萝卜。台湾人爱吃海鲜，冬天也常吃螃蟹、虾子、生鱼片，但如果你的脾胃本来就比较寒，消化功能不好，千万不要把生白萝卜跟这些寒凉的海鲜一起吃。生白萝卜本身性凉，海鲜也性寒，2个加在一起，就像在冬天的冷风里再泼2盆冰水，会让脾胃受寒，导致腹痛、腹泻，尤其是那些平常容易拉肚子、手脚冰冷、胃怕冷的人，更要小心。如果真的想吃海鲜，最好选择煮熟的白萝卜汤来配，而不是生吃或凉拌。这2个禁忌看起来简单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结果吃错了方式，不但没养生，反而伤身。记住，补气药和白萝卜要分开吃。脾胃寒的人不要生吃白萝卜配海鲜。第1个黄金配对是白萝卜加山药，这个组合特别适合感冒刚好、咳嗽还没完全消失的人。山药性平，能够补脾益肺，白萝卜能够化痰下气，2个搭配起来，一个补一个清，效果非常好。我记得有一位病人，林明和先生，68岁，
住在台南，他每年冬天都会感冒，感冒好了之后，咳嗽还持续1-2个月，痰很多，睡觉时喉咙一直有呼噜声，非常难受。我建议他每天喝1碗白萝卜山药汤，做法很简单，准备半条白萝卜，切块，新鲜山药1段，大约200克，去皮切块，加入1500毫升的水，用小火炖煮40分钟，起锅前加1点点盐调味即可。如果想增强效果，可以加入几片陈皮和1颗雪梨。陈皮能够理气化湿，雪梨能够润肺止咳，整个汤就变成润肺化痰、补气健脾的完美组合。林先生喝了2周之后，痰明显减少，晚上睡觉也不再咳醒。这个方子对于那些久咳不愈、痰多气虚的人特别有效。记住，山药要选新鲜的，不要用前山药片，效果差很多。汤要趁温热喝，不要放凉了才喝。第2个配对更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强。白萝卜加1小撮盐。中医有句话，咸能软坚，咸味的东西能够软化坚硬的痰块，把卡在喉咙里很久的老痰化掉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那些痰很浓稠、咳不出来、喉咙总是有异物感的人。做法是这样：取1条白萝卜，切成薄片，撒上1小撮海盐，腌制15分钟之后直接吃，或是加水煮成汤。有些人会觉得这样不会太咸吗？其实食盐的量不用多，1小撮就够了。重点不是调味，而是借用咸味的软坚散结功效，帮助把体内积累很久的痰浊化开排出。但要注意，如果你有高血压，或是正在控制钠的摄取量，这个方法就不适合，可以用其他配对方式。这个方子我通常建议1周吃2到3次就好，不用天天吃，因为它的作用比较强，适合短期清理，不适合长期当主食。第3个配对是最完整的方子，我称它为护肺饮，这是专门为了预防风寒、保护肺部，特别是给年长者设计的配方。在台湾，很多长辈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，甚至引发肺炎。这个护肺饮能够散寒化痰、理气护肺。如果每天早上喝1杯，可以大大降低生病的几率。材料清单：白萝卜半条，老姜3片，紫苏叶5克，可以去中药行买，陈皮5克，蜂蜜1汤匙。做法：白萝卜去皮切块，加入800毫升水，放入老姜、紫苏叶、陈皮一起煮滚，转小火炖煮30分钟。熄火后，把汤倒出来，用果汁机打成糊状，等温度降到50度以下，再加入蜂蜜搅拌均匀。每天早上空腹喝1碗，温温的喝下去，全身都会暖起来。特别说明一下每个材料的作用：姜散寒，把体内的寒气赶出去；紫苏叶宣肺解表，帮助呼吸道通畅；陈皮理气化痰，让气顺畅运行；蜂蜜润肺止咳，增加口感。有一位患者是位78岁的阿妈，每年冬天都要住院1-2次，因为肺部反复感染，后来家属按照我的建议，每天早上让他喝这个护肺饮，连续喝了3周，
整个冬天他都没再进医院。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有糖尿病，不能加蜂蜜，可以改用赤藻糖醇或其他代糖。蜂蜜的糖分比较高，糖尿病患者要避免这个护肺饮，不只是治疗，更是预防。与其等到生病才吃药，不如平时就用食物养好身体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刚才讲了怎么吃，现在要讲谁最需要吃白萝卜。如果你属于以下3种人，冬天一定要多吃白萝卜。第一种人，痰多、湿气重、长期发炎。如果你经常觉得喉咙有痰，咳也咳不干净，或是身体感觉沉重、疲倦，容易水肿，舌苔又厚又腻，那你就是痰湿体质。痰湿在体内累积久了，就像水沟里的垃圾堵住了，会引发各种慢性发炎，包括鼻炎、咽炎、支气管炎，甚至影响心血管健康。白萝卜能够化痰除湿，帮你把这些脏东西清理出去。建议每周至少吃3到4次白萝卜汤，连续吃1个冬天，你会发现身体轻松很多，痰也减少了。第二种人，喉咙常有异物感，轻咳不停。有些人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，但就是觉得喉咙卡卡的，好像有东西吞不下去，时不时就要清喉咙，轻咳2声。这在中医叫做梅核气或痰气交阻。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常见，因为气候湿热，加上生活压力大，很容易气滞痰凝。白萝卜的行气化痰功效正好对症，建议这类人可以生吃一些白萝卜丝，或是用白萝卜加陈皮煮水喝，帮助打通气机，让喉咙的异物感消失。第3种人，整年反复生病，免疫力差。有些人1年到头感冒不断，刚好又马上病，身体总是处于亚健康状态。这个种人在中医看来，通常是正气不足、湿邪内困。简单说，就是身体的清道夫系统失灵了，垃圾堆在体内排不出去，免疫系统也跟着变弱。白萝卜能够清理浊物，理顺气机，帮助身体恢复自清能力。再搭配是当运动和充足睡眠，免疫力会慢慢提升。如果你属于这3种人的任何一种，请你一定要在这个冬天好好吃白萝卜，不用吃得多，但要吃对方法，选对配对，效果就会出来。很多人总以为养生要吃昂贵的补品，其实最好的东西往往就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不懂得用而已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，同时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。首先，关于白萝卜的本质，白萝卜生吃和熟吃是2回事。生的时候性质偏凉，能够清肺化痰，适合有热症、痰黄、咽喉肿痛的人。煮熟之后性质转温，能够温暖脾胃，帮助消化，适合消化不良、胃胀、便秘的人。所以不要一概而论，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症状来选择吃法。2大禁忌，千万记住。第一，正在服用人参、黄芪、西洋参、党参这类补气药的人，当天不要吃白萝卜。如果真的想吃，至少要间隔6到8小时。为什么？
因为补气药是往上提气，白萝卜是往下破气，两个方向相反，会把补药的效果抵消掉，等于白吃了。第二，如果你平常手脚冰冷，容易拉肚子，胃怕冷，属于脾胃虚寒体质，就不要生吃白萝卜配海鲜或其他寒凉食物，这样会让你的脾胃更虚，导致腹痛、腹泻。这类人要吃，就选择煮熟的白萝卜，而且要趁热吃，3种黄金配对，选择适合你的。第一种，白萝卜加山药，这是温和的组合，适合刚感冒好，还有一点咳嗽痰多的人，可以加陈皮和雪梨增强效果。每天喝1碗，连续2周就会有明显改善。第二种，白萝卜加1小撮盐，这是比较强效的方法，专门对付那些咳不出来的老痰、浓痰。但记得高血压的人要避免，或是减少盐的用量，1周吃2到3次就好，不用天天吃。第3种，白萝卜加姜、紫苏、陈皮、蜂蜜，这是最完整的护肺饮，特别推荐给年长者，每天早上空腹喝1碗，能够预防风寒入侵，减少冬天生病的机会。如果有糖尿病，记得把蜂蜜换成代糖。3大族群，请你对号入座。如果你是痰多湿重的人，舌苔厚腻，身体沉重，请多吃白萝卜，清理体内的湿气和痰浊。如果你是喉咙常有异物感、清咳不停的人，白萝卜能帮你疏通气机，让喉咙舒服起来。如果你是整年反复感冒、免疫力差的人，白萝卜能帮助你清理体内的垃圾，恢复身体的自我清洁能力。最稍后的建议，白萝卜不是仙丹，不能治百病，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养生食材。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和吃对方法，不要期待吃1、2次就有奇效，而是要把它融入你的日常饮食，慢慢的调理身体。冬天的白萝卜水分多，甜度高，药性也最好。这个季节不吃，真的太可惜了。1条白萝卜几10块钱，但只要用对方法，它给你的健康回报是无价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。我行医40多年，从年轻的时候在诊所看诊，到现在退休了，还在研究中医养生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人走了冤枉路，有些人花几万块买昂贵的保健品，结果身体还是一样差。有些人迷信偏方，越吃越糟糕。但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很聪明，懂得用最简单的方法照顾自己。他们不追求什么神奇的药，而是回到最基本的饮食调理，用当季的食材，用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，把身体养得很好。白萝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，它不起眼，便宜到你可能觉得它没什么价值，但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东西，往往最有效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冬天的时候，阿妈常常煮白萝卜排骨汤给我们喝。那时候不懂为什么，只觉得很好喝，喝完身体暖暖的。长大以后学了中医，才明白阿妈的智慧。她不识字，但她懂得生活，
懂得用食物来保护家人的健康。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，工作忙碌，很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，等到真的病倒了，才开始后悔。其实养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。每个星期煮几次白萝卜汤，每天早上喝一碗护肺饮，这些小小的习惯累积起来就是大大的健康。我想对大家说，如果你家里有年长的父母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教他们怎么正确吃白萝卜，怎么避开禁忌，怎么选对配对方法，这是你能给他们最实用的关心。如果你自己常常咳嗽、痰多、容易感冒，请从今天开始试试看我分享的这些方法，不用一次全做，先选一个最适合你的，持续做2-3周，你一定会感受到变化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是想分享你们家吃白萝卜的方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量抽时间回复大家。也许你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其他有同样困扰的人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我发布新的养生影片，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下一支影片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，帮助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过最健康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一条白萝卜只要几十块钱，却能给你无价的健康。养生不在远方，就在你的餐桌上，在你的厨房里。希望这个冬天，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我们下次见。